是一个小女生的时候，一个人到台北参加歌唱比赛，真是不幸运呢，第一次就落选了。回家以后被母亲用那个绣鞋修理了我一顿。我想这是当时阿布的另一种爱的教育，同时也结束我第一次痛苦的经验。那个时候我真是不服气，于是鼓起勇气参加第二次歌唱比赛。这次就不一样了，皇天不负我这个苦心人，得到了冠军。当时捧那个冠军杯，心里的喜悦真是难以形容，就好像感觉自己站在山顶上一样，而且信心十足。事隔多年，这个小女生已经长大了，而且现在这个小女生还是站在山脚下，时时刻刻都准备攀登另一座山峰。所以我常常勉励自己，应该像一位优秀的运动员一样，任何时间地点，一切从零开始。有人曾经问过我，最大的财富是什么？我想，第一，我拥有为数不少曾经唱过的歌曲；第二，当然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帽子啦；第三呢，最开心的就是有很多支持我的一些歌迷朋友，这就是我最大的财富。虽然年华似水流，我衷心的希望它能够源远而流长。另外，我想告诉你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我的本名叫林秋鸾，而凤飞飞呢是我的艺名。我曾经呢就为自己算过命，算了，竟然这么凑巧，鸾凤和鸣，真的我不唱都不行了。